大家好啊！世界盃嚟到第22日，我何永繼續緊守崗位。今朝由凌晨開始，繼續陪住啲會員一齊直踩睇晒3場直播。咁而且今日嘅成績咧又係好好喎。葡萄牙同埋瑞士估中比數啦。咁呢一個西班牙就估中西班牙晉級。咁當然啦，今日嘅焦點大戰就梗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啦。講先啦。未攞到正選陣容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對於葡萄牙好擔心噶，因為葡萄牙嘅4-2-4班奴長期留喺斯朗隔離，中場得2個。若果克羅地亞係能夠攞得到多啲嘅控球率，例如好似對住哥倫比亞嗰場賽事咁樣呢，俾人哋猜落磨嘅話，葡萄牙就相當危險啦。克羅地亞嘅球員入波能力其實比哥倫比亞好，只不過速度冇咁快嘅啫。但係只要你葡萄牙係一路都攞唔到控球率嘅話呢，控球率唔夠高嘅話呢，係好危險嘅。所以我起初呢，未開波嘅時候，我係話喂，危險喎，克羅地亞嘅晉級機會大啲嘅喎。好啦，攞到正選陣容我都一樣咁樣講。4-2-4如果你攞唔到高控球率，一樣危險。即使你出咗利奧啦，有進步啦，我就話點都唔可以用咗個菲力斯噶啦嘛。好啦，去到一開波，咁我就即刻見到克羅地亞竟然玩收縮，而葡萄牙係行緊呢冠軍模式，冇錯。班奴繼續留喺斯朗隔籬，冇出嚟做啲咩創造啊、中場組織啊、幫手防守啊、幫手組織啊，各樣那樣都冇。咁但係因為克羅地亞收縮啊嘛，咁呢個問題係得以暫時緩解嘅。咁而呢一個兩邊嘅出波一開波見到唔錯添啊，咁所以呢，一開波見到呢一個克羅地亞係咁樣收縮，而前邊冇反擊速度得個高佬啦，我就立刻喺早段啦，開波大約2分鐘左右嘅啫，咁我就話啦，依家就轉睇葡萄牙贏2-1。咁當然最終嘅比數係中咗噶啦，咁但係我轉完之後呢，有得意嘅個過程當中呢，就硬係要你有啲擔心啊，有啲驚啊。咁可能呢啲人話最驚就係臨尾個球證係咁保到克羅地亞入波為止嗰件事。咁呢一度呢，我都先講翻先啦。其實佢唔係黑哨嚟噶吓，唔係話保到人哋入為止啊。因為葡萄牙係喺補時階段入波，咁入完波之後呢，葡萄牙係一齊慶祝咗2分20秒左右嘅。咁跟住呢，就再有一個調動嘅，咁嘥咗15秒。咁另外有個黃牌咧，俾呢個戴亞斯咧，亦都係球證同佢理論咗30秒訓話，咁變咗一共係大約浪費咗3分鐘嘅。咁所以球證咧，其實臨尾咧佢補10分鐘係需要補上補到13分鐘嘅。克羅地亞嘅呢個越位入波咧係12分35秒發生嘅，咁所以成件事其實係相當啱合理，球證係冇做錯任何事嘅。好啦，我哋講翻成場賽事嘅賽後評啦。咁呢一個葡萄牙早段其實表現得相當之唔錯噶噃。咁事關克羅地亞早段真係出咗一啲好大嘅問題，就係唔知點解嘅。其實克羅地亞達力呢個咁好嘅教練，竟然係選擇上半場先嚟個收縮，或者佢覺得要穩陣啲啦，或者佢覺得葡萄牙速度比佢快，咁佢就唔敢呢，就係進攻啊，唔敢鬥快。但係你咁樣收縮呢，其實反而亦都係好危險，因為克羅地亞真係冇反擊，而任何穩守反擊球隊其實最厲害嘅地方呢，就係佢頭半個鐘頭上半場，就係佢最有體力打翻出去嘅反擊，係嗰段時間偷雞贏先噶嘛。穩守反擊球隊最緊要係領先啊嘛。咁但係你克羅地亞咁樣打呢，其實你係冇咗領先嘅辦法，亦都咧係繼續喺度等，而你冇反擊嘅話呢，你係遲早都係久守必失嘅。而如果你有睇過哥倫比亞嘅賽事，你就會明白，即係佢呢一隻4-2-4咧，你搶控球率咧變咗咧，你係不停能夠放大到葡萄牙嘅攻守唔平衡問題嘅。所以下半場克羅地亞轉翻搶翻控球率咧，克羅地亞咪領先咯。所以上半場其實克羅地亞係錯咗戰術，而調翻轉頭葡萄牙係啱咗戰術，冠軍模式進攻點拉晒兩邊，里奧有晒速度突破。咁嘅話呢，其實絕對應該要轉睇好翻呢個葡萄牙噶嘛。咁所以個預測呢，本身係冇問題噶啦。咁臨尾都中啊，但係呢個過程當中點解驚險呢？
就係呢個葡萄牙又係好奇怪嘅，又係好似第一場波對住剛果民主共和國咁樣，谷咗頭10分鐘快波進攻力度夠，不停轉邊，兩邊進攻點爆破，傳中或者進攻。但係10零分鐘之後呢，又即刻變翻慢慢猜，慢慢猜，慢慢猜。咁你咁快上半場經已收力收手，又俾翻喘息機會克羅地亞，冇再即係加速佢斬入去啦，冇再利用兩邊嘅速度咯。好啦，咁啊其實放虎歸山，俾咗達力喺半場睇到，咦問題出咗嚟，我哋唔可以縮。下半場一轉翻一搶翻控球率，一攻翻出去啫，葡萄牙就要落後啦。嗱，講起落後呢，如果你呢個年代都唔用 AI 呢，就真係落後啦。全香港第一個用 AI 審批貸款嘅 App X Wallet App 已經全面升級啦。X Wallet App 除咗有 X 現金 AI 貸款之外，仲有大額私人貸款啦、結餘轉戶同埋先買後付添。而且我仲幫大家爭取到加碼優惠喎。新客戶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HW8000 申請 X 現金 AI 貸款，批唔批到都好啦，都即刻先送你300蚊 XPay 電子現金券，確定埋貸款合約，再送你高達8000蚊嘅現金獎。快啲碌落去下邊 info box 條 link 嗰度 click 入去研究下啦。嗱，我哋一齊細味翻啦，就係克羅地亞呢一個入球啊，你係會好容易諗翻起幾年前有啲失波。咩失波呢？係曼聯嘅失波。幾時嘅失波呢？係坦克格早段或者蘇斯克查尾段嘅失波。係咩嚟嘅呢？係盲點時刻。係點解有盲點時刻呢？就係般奴唔回防，但係前面又唔夠壓迫，結果呢就好容易俾人過到半場，跟住一打咗過嚟之後呢，就見到係唔夠防守中場。跟住就好容易咧，俾人哋喺中間嗰度分兩邊，跟住兩邊出波就入，係好似嘅，似得好交關嘅。而似嘅原因就係因為般奴。好啦，講到呢一度，一定有人衝出嚟講噶啦。喂，點解一定要般奴防守啫？喂，英超助攻王喎，一定有特權噶，一定唔使防守噶。喂，況且啊，呢個失球裏邊未又係見到尼圖冇防守，點解一定要話般奴唔話尼圖啊？哦，好啊，般奴有特權唔使防守，打4-4-2留喺前面 ，OK， 嗱，唔緊要，你留力進攻唔防守，但係般奴嘅進攻呢，有冇做過啲乜嘢嘢呢？嗱，絕對唔係話要求美斯嗰啲單天保至尊呼風喚雨嘅表現，唔需要。你做翻都唔使喺曼聯嗰啲助攻王表現啦，你做翻一啲升出高位啊，幫手派下牌啊，或者引領下攻勢啊，組織啊，你係咁以幫下呢個域天拿同埋拿華斯，都好過你咁樣一直留喺斯朗隔籬背住龍門啦。根本一開波佢射唔入嗰個地波必入球之後，就已經冇乜嘢做過出嚟啦。好啦，又有人講噶啦，喂，你唔好鬧下個教練馬天尼斯，佢安排般奴咁樣噶嘛。好，我會講到你冇得駁為止嘅。呢一場波係完全證實咗呢4場賽事裏邊所有關於葡萄牙賽後評我一直講緊嘅道理，就係問題不在斯朗，而是在般奴。進攻體系唔係講防守啦，進攻體系今日就係曾經換走咗般奴。跟住我即刻講啦，喺 chat room 嗰度即刻講，好咯，換走咗般奴，反勝之後呢，就可以證實冇咗般奴係好啲啦。換咗小施華入嚟，幫翻2個中場打翻3個中場，即刻搶翻晒啲控球，跟住就入波咯。多咗個中場，高華石唔能夠再放肆射嗰啲遠射中柱啦，跟住搶翻個控球。終於3個中場能夠搶翻控球率啦，咁樣臨尾先至可以贏翻。你可以見到般奴喺度嘅時候4-2-4搶唔翻個中場，下半場係要落後嘅。你可以見到打翻3個中場尾段搶翻個中場之後攞翻控球率就贏。而由頭到尾由文字預測開始我都講呢場賽事最緊要就係控球率，呢個實驗最緊要就係控球率。最緊要就係要搶到控球率，搶唔到控球率呢，
葡萄牙嘅兩個中場唔夠攻守平衡，實衰嘅。搶翻控球率呢，就可以避免般奴呢個問題。而今日再次證實嘅就係冇咗般奴，有三個平衡嘅中場打翻4-3-3，唔係4-2-4，咁就贏到。好啦，一樣有人衝出嚟講嘅，喂，最後贏唔係靠 C 朗啊，係換走咗 C 朗之後，用拉莫斯頂贏咗人哋啊。咁即係話其實要贏係要換走 C 朗，唔係換走般奴啊。嗱，一定有咁樣講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即係你比較 C 朗同般奴嘅表現啫。咁好簡單噶啫。C 朗頂住壓力射入12碼，好啦，你又會咁講啊？嘿，般奴射12碼一樣入啫，呢球波人哋送嘅。高華石打得最好噶啦，嗰個竟然突然之間回傳送禮輸角球，跟住人哋又戇居居犯規，先至有12碼啫嘛，根本係靠運晉級，跟住呢咪射12碼咯。嗱，冇錯，冇人話唔係靠運，今日由頭到尾我都講嘅喺 chat room 嗰度，葡萄牙有啲運嘅，但係用啱咗戰術，換啱咗人，先至會攞到呢啲運去贏。而換走 C 朗之前，C 朗除咗頂住壓力射入12碼之外，仲曾經試過有一個好世界頂尖嘅攞高波落嚟嘅把握力，嗰球波嘅越位係輕微過人哋嘅嗰個炸糊嘅，咁而且呢，就係攞得好靚㗎，跟住係挑得好靚㗎，真係世界級嘅表現啊！仲有呢一個表現嘅，但喺呢個表現嘅過程當中，般奴又做過啲乜嘢嘢呢？佢只不過係不停令到球隊攻守唔平衡，又搶唔翻控球率，搶唔到中場，佢又唔落去幫下兩個中場做。有啲人話點解今日葡萄牙啲中場差得咁差呢？域天拿同埋拿華斯喺巴黎都差得好好多㗎，原因就係巴黎打3中場，葡萄牙係4-2-4得2個中場，般奴永遠都唔落嚟幫手嘅。至於拎走 C 朗之後就絕殺入波，咁呢個係因為正常調動咯。當時因為落後緊，所以要盡力去搏，就2個中鋒就 C 朗加拉莫斯出嚟，跟住角球追翻12碼1-1 ，OK， 追翻1-1之後，我哋見到得翻2個中場，高華石又揾到中間開位啦，遠射中柱嘛，呢一球波就驚醒咗馬天尼斯，知道要加翻3個中場維持翻攻守平衡，因為當時和緊唔使咁急啦，費事搏啦，因為淘汰賽一輸翻又出局。咁變咗你寧願1-1去互射12碼都好過你90分鐘內出局啊！咁啊加翻個中場落去，只不過咧想唔出加翻個中場落去咧，就立刻搶翻贏控球率，就立刻可以贏翻場賽事啦。咁呢個係收到一個額外嘅 bonus 啦。咁但係亦都表明咗一樣嘢，就係3中場嘅葡萄牙一定係好過4-2-4嘅。而點解要打4-2-4咧？因為般奴咯。咁拎走 C 朗嘅係因為打翻3中場啊嘛，因為當時拉莫斯係後備入替，你唔通又拎翻走拉莫斯咩？而 C 朗佢年紀都係大啊，咁打到尾段拎走佢好合理嘅啫，唔係話因為佢打得唔好啊，係因為攰啦嘛。佢已經有一個世界級嘅把握力表現，係唔好彩越位啫。佢12碼交到貨啦，佢冇射失啊，美斯都射失係咪？ C 朗當時射係落後緊噶，呢啲壓力唔容易頂噶。咁換入嚟嗰個拉莫斯有好表現，唔代表 C 朗差噶嘛？呢樣嘢唔係一個邏輯嚟噶嘛？咁換入嚟有好表現係讚拉莫斯咧，唔係批評 C 朗啊？又讚教練啦，係咪？揀啱人換入嚟，個後備入替嘅球員又儲到力，又 ready 到，又把握到，咁啊梗係讚拉莫斯讚教練啦。點會插 C 朗咧？我真係唔好明。但係調翻轉頭啦，你轉翻4-3-3。係搶到中場控球率贏翻波，呢個係硬道理啊嘛。而轉到4-3-3係因為冇般奴先轉到噶嘛，有般奴佢一樣喺前面4-2-4，點轉呢？咁所以贏翻絕殺就梗係因為冇般奴，唔係因為冇 C 朗啦。般奴喺度佢一定係4-2-4，點解換另一個中場落去之後唔係打4-2-4呢？係可以打翻4-3-3呢？好明顯般奴佢就係打呢個位咯，一定要佢唔可以打第二個位置咯，佢唔可以打第二個位置咪攻守唔平衡咯，搶唔到中場率咯。即係有人話我永遠對般奴都係咁苛刻，但係問題就係話任何有質素嘅球員，尤其是球隊裏邊重心球員，我一向都係咁苛刻嘅，因為你係球隊嘅重心，如果你唔得嘅話咧，球隊係即刻唔得啊嘛。咁所以無論係迪布尼啊、洛迪啊，喺曼城一唔得，我係立刻好苛刻噶，連話老去啦，回堂啦。係咪？沙拿一樣啊嘛，一唔得即刻講。
孫興慜、沙拿喺球會冇晒速度，即刻話唔得。你唔可以接受苛刻嘅批評，咁你只能係接受你唔係球隊嘅重心。喺曼聯打得好過喺葡萄牙，好可能係同打法有關。C 朗經驗唔係喺前面有速度可以爆破接應班奴嘅直線啦。C 朗唔年輕啦，C 朗同班奴一齊唔啱啦，唔要 C 朗，班奴先有好表現。你可以咁樣講，但係問題就係話，咁點解你唔可以落翻中場做普通嘅嘢啫？我嘅要求今日係好簡單嘅啫，落翻中場打翻3中場，搶翻控球率，唔好淨係要嗰2個中場猜嚟猜去。點解俾克羅地亞入翻波？再講，除咗盲點是一之外，仲係因為域天拿根本喺中間冇得交，要夾硬自己硬闖，得2個中場中永遠都冇位交，永遠都唔夠人用。點解班奴唔可以落翻去一齊猜？係要求你一齊猜啫，都唔係要求你有翻曼聯嗰啲助攻王表現啦。但係佢都冇乜點樣做到，根本由第一場開始我已經係咁樣講噶啦，由頭到尾都係咁。第一場賽事贏唔到剛果民主共和國，我已經講啦，唔係 C 朗問題，係班奴問題。去到第2場對烏茲別克嘅文字預測，我斬釘截鐵話，個個都話 C 朗廢，個個都話 C 朗唔會入波，我就話呢場波 C 朗必然入波。直頭講完之後都有會員係質疑或者唔信啊，但係我好明顯睇到 C 朗今屆嘅狀態唔算有啲咩大問題，而且 C 朗今屆係好肯合作，根本不停出嚟做支點。啲人話你出嚟做支點做乜？出嚟做支點咪正常前鋒要做嘅嘢咯，做乜嘢啊？試過有一球波 C 朗迎出嚟，跟住送直線破咗密集。好啦，啲人話 C 朗喺越位位美斯咪成日都咁咯，以前喺巴塞係等隊友突破後防線之後係傳中，跟住佢喺更加有利而冇越位嘅位置去射門啊嘛。美斯當日都係咁樣樣不停咁樣做。C 朗喺越位又要俾人鬧，美斯喺越位又冇人鬧，咩道理啊？我永遠都講，當個個都攞緊90分嘅時候，美斯就攞120分。我永遠都話美斯係最強嘅，但係而家 C 朗佢嘅表現係正常嘅，點解要批評啊？我唔係嗰啲一定係要撐美斯就要踩 C 朗嘅人嚟嘅，好公道嘅。前3場嘅賽後評一路都係咁樣講，跟住今日就完全證實呢場賽事 C 朗有好表現，入到波個詐糊好靚嘅，係爭少少啫。班奴真係一路4場都冇表現，淨係得創造嗰啲角球叫做有啲創作力，可能係佢帶領啦，因為喺曼聯佢都好多呢啲創作嘢嘅。咁嚟到葡萄牙佢都有，咁但係就淨係得烏茲別克嗰場賽事有輸出咯，同埋嗰場賽事都贏咗咁多嘅時候，佢都發放咗好多創意出嚟，其實露咗底嘅。不過唔緊要啦，佢有呢方面嘅能力嘅，但係喺運動戰呢，今屆佢喺葡萄牙真係幫唔到啲乜嘢手。而經歷埋呢一場32強之後，你更加明白到一樣嘢就係，你今日對住克羅地亞，你攞唔到控球率，你都要落後，你係要換走咗班奴之後攞翻控球率先至會贏。而你下一場波16強嘅對手係西班牙，西班牙嘅搶控球率能力仲比克羅地亞強。咁如果你繼續4-2-4，而西班牙嘅進攻火力比克羅地亞強，你會覺得發生乜嘢事？根本都唔使我預測。你自己推敲都諗到。好啦，問題在於班奴呢一個 point 咧，其實係根本冇得拗噶啦。反而咧可以讚下嘅咧就係馬天尼斯係拎走佢咯。嗱，馬天尼斯今日拎走班奴，拎走 C 朗，亦都係啱啊。班奴拎走咗之後，個結構好咗，拎走 C 朗，因為 C 朗攰。咁啊，2個嘅調動都係啱，冇話因為佢哋係明星所以唔換走。咁呢度其實已經係可以稱讚啦，即係佢唔係擦鞋仔嘅啊。好啦，仲有嘅就係咁，同埋調動時間都可以嘅，落後緊要搏，咁啊2個中鋒追翻啦，唔使搏，打翻3個中場，打翻3個中場仲要贏埋，係咪？咁就都係一個好好嘅調動啦。咁當然都未話去到神級調動，因為佢都係改過上半場錯嘅嘢啫，咁但係佢唔用呢個祖奧菲力斯，亦都係好嘅。有人話祖奧菲力斯咧係 C 朗個細佬，因為佢跟住佢一齊玩嘅，一直以嚟，咁所以咧用得 C 朗咧就必須要用祖奧菲力斯噶啦。呢個咧係我嚟氹 C 朗嘅，我嚟安撫 C 朗嘅。咁而家證明唔係啦。上一場我話祖奧菲力斯唔用得噶啦，因為佢唔夠速度，幫唔到爆破。你唔可以咧
就喺前面爆破嘅話呢，你有 C 朗係冇乜用嘅。對住哥倫比亞嗰場賽事，我不停喺度喝，話要用呢個里奧。里奧喺哥倫比亞嘅賽事出到嚟，即刻大放異彩，差啲入波添。好啦，今日終於用里奧啦，里奧一開波就突破啦，落底啦，傳中啦，係般奴唔入波啫嘛。擺翻冠軍模式，冇再呢就係嗰啲進攻點唔拉邊啦。第一場波用小思華用衰咗打右邊，冇再用啦，係咪？都係一啲改過自身嘅行為，都可以讚嘅。咁里奧我哋見得到啦，雖然個技術就始終唔係咁好，咁但係個合作性係好咗嘅，少咗獨食嘅，應扭得扭，要俾就俾，亦都成為咗呢就絕殺入球嘅助攻者，斬得唔錯啊！咁里奧應該會坐正正選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知啦，下一場波係西班牙，啱啱我都講咗個問題啦。咁般奴係咪一定要繼續正選呢？如果般奴正選嘅話，你只係可以叫兩隻翼多啲翻去防守4-4-2拍大巴，咁你淨係等打反擊。咁般奴可能都送到直線上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 C 朗打穩手反擊，其實又唔係好現實嘅。當然你可以話，如果咁嘅話，連 C 朗都唔用，用拉莫斯正選，用般奴做鎖匙人，穩手反擊，打返曼聯個派得唔得？唔係唔得，但係呢一種打法其實係讓西班牙舒服，對住西班牙反而同佢對攻更好。西班牙嘅進攻點呢已經係不如2年前歐洲國家杯冠軍嘅實力啦，狀態已經係冇咁好噶啦。也馬其實到依家都未十足，同佢哋對攻嘅話呢，你可以放大翻佢哋唔夠狀態或者級數已經唔算好好嘅問題。咁嘅話呢，洛迪亦都唔能夠舒服地打，西班牙反而辛苦呢就仲好。咁你搶到啲進攻機會呢，你斬入去呢，C 朗就可以針對古巴斯啦。對西班牙呢，你係要放大西班牙嘅防守問題，而唔係讓佢哋舒服地控球在腳。所以你打穩手反擊，用般奴做鎖匙人，可以好過呢，就係你同佢哋4-2-4搶控球率，但係就冇你用平衡3中場同佢哋對攻咁好咯。好啦，咁既然講起西班牙呢，就輪到講西班牙嘅賽後評啦。咁呢度亦都係進入咗 Patreon 同埋 YouTube 嘅片尾彩蛋部分。咁啊，如果大家想繼續聽落去呢，可以支持做會員嘅。YouTube 呢一度大家可以俾多啲 like、subscribe、撳鐘仔，俾多啲有意嘅留言，多啲分享，咁樣先至可以幫到 channel 增長㗎噃。多謝晒。嚟緊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嘅足球評論。如果你想對於何 wing 嘅堅持作出實質性嘅支持嘅話，就記得 join Patreon 啦，會越嚟越多獨家嘅節目，包括獨家轉會評論啦、獨家賽後評、獨家大戰預測、獨家英超強隊每周文字預測，加上 YouTube 普通影片最後嘅片尾彩蛋啦。要聽晒以上嘅節目都只係需要40蚊港紙嘅咋，再加多20蚊就有埋每個月2次嘅專屬直播，攞到正選陣容，再預測2場準備開波嘅大戰。如果再想支持多啲呢，就可以睇埋額外嘅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精裝版微觀聲畫同步，加入最高嘅球王級別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就可以以75蚊嘅優惠訂閱。希望喺 Patreon 見到大家啦。